我等下给你开水。走倒位去呢？哎呦，安康啊！哎呦，你这那个咧舞个乱七八糟啦！啊，你这摆是咧找啥啦？不是啊，我咧找我导游证，然后明明都客人到店，我嘛唔知走去倒位去啊。哇，你真正是，你真正足害的咧你。喏，啊，食啦。哦，我来伫遮，是你给我收起来哦。妈，我之前唔是跟你讲过啊，叫你莫后白收。嘿，是要我咧给你乌白手？是你，迄做代志足无规矩的，我唔通想讲吼，迄紧甲你重要的物件收起来，你无甲我感谢，佮颠倒怪我。假鬼假怪，莫条阵讲我唔知你咧创啥。我哪敢？是啦是啦，伫我面头前唔敢，伫我骹床后就敢。这无良心、无良心、无良心啊你呀！好啦，我这个哦上古锥上跳的妈妈，你免去生气好无？啊无安尼，我甲你骂杀一者嘛。免啦免啦免骂免骂，你哦紧来客厅里收收嘞，紧啊！你舞个乱七八糟，你真正是讲好啊！哦，莫逐工哦，啊细细念啊！安康乐已经不是囡仔啊，你不是讲买厝互伊，互伊啊成家立业对无？啊，无伫靠伊甲真哦，随生一个金孙互咱抱，啊到时个金孙若是听到你哦，逐工伫个骂伊的爸爸，无伫靠伊会讲哦，啊我哪有一个安尼正白白阿妈，安尼我都有甲我的金孙讲，金孙啊金孙，我甲你讲吼，因为你的阿公吼，伊无路用，所以阿嬷唔知安尼赤白白。好啦妈，你嘛知爸咧讲生笑，你就莫甲伊计较啊。啊是讲真诶啦，你真正要甲这间厝甲买落啊？当然啦。嘿啊，你妈妈已经准备好这笔钱啊！伊伫各大银行哦，差不多有300万哦，会当互厝头家做定金啊。那咧村的厝台是安怎？所以厝台你就直接承接贷款啊。哦，啊，到时阵这个厝家迄店面哦，就是咱，对，就是你的啊。安尼就对啊。拿300万，啊，搁有我甲亲戚朋友表着花啊200万，啊，你加起来500万，我拢交予高小姐替我投资啊。秘密，我甲恁讲。哎，啊，不爱讲就莫讲嘛，稀罕哦。哦，讲的，敢若有人来，我去开啊，我去开。小经理。哦，好。哎，村头嘞，来，坐。谢谢。哎，拄好哦，我甲阮爸妈讨论要买这间厝的代志。哈？安尼恁可能脚手啊较紧的呢，因为已经有人要互我定金啊呢。啥？若是无问题，我就会甲伊签约，甲这间厝甲店面卖互伊啊啦。袂用的啦，袂用的。拄好阮后生最近做生意欠钱用，啊，假使讲我会使赶紧甲厝卖掉，摕到钱，当然嘛爱先卖啊。哎呦，厝头家，啊，你有讲过讲要先卖互阮啊？啊无，恁就先互我定金啦。啊无，我就只好甲恁讲实的啦。啊，这你放心哦，阮太太已经存好一笔钱啊，明仔载哦，明仔载卖付啊，爱等年过了后啦。啊，这我恐惊无法度等遮久呢。若是3工以内恁无互我定金，安尼我就甲恁讲歹势啊啦。就安尼啦吼，我先来去。我送你。好，谢谢哈。来，坐过来，坐下啊，哦。
华华，你毋是讲你已经存好300万啊？是安怎要等到年过吼，才会当家钱摕互厝头家哈？啊，我知影，妈一定是甲迄钱哦，放伫银行寄定存，所以一定要等到时间到，才能领出来对无？拜托诶，迄定存的利息才偌济尔啊！我看哦，甲药甲钙啊，先甲这厝哦定落来，安尼较稳。啊，无到时阵，这间厝哦，互人买去哦，到时了就算啦。哎呦！啊，进前厝头家讲吼，答应要互咱1个月的时间考虑。啊，我就想讲趁这个时间哦，迄利息钱加减趁啊。啊，所以我就甲这钱哦，摕去倒，我摕去你干哪？借互朋友周转啊。伊会害你袂啊？你莫安尼乌鸦嘴哦！这个朋友哦，我真信任，伊一定会还我钱啊。伊有甲我答应，伊讲吼利息钱会加互我。啊，只是讲吼，爱等到年过了，伊才有法度还我钱啊。哦，莫怪你拄则会甲厝头家讲，你一定爱年过才有钱。即满不知是安怎才好。哎呦，我哪会知啊？啊，厝头家就讲好势，讲1个月互咱考虑。我就想讲，趁这个时间，利息钱咱就加减趁呐。啊，伊即摆临时临命，啊改变主意。好啦，还是讲，买厝呢，敢是我一个人的代志？啊，你咧，你是毋是爱想办法去赚钱啊？哈？我去倒会赚迄300万啦？好啦，爸妈，莫安尼啦，歹势啊！恁拢是为着我要替我买厝，才会等来操完。其实讲真诶啦，无买嘛袂要紧啦。袂用的啊？对啊，袂用的啦。即摆毋是吼，阮想要买厝互你的问题呢，是因为阮吼，阮嘛无想要搬，嘛无想要耍店面，所以毋管安怎讲，这间厝一定爱甲买落。无安尼啦，我嘛去找阮朋友啊，甲拜托者快当借淡薄钱的啊，是讲这钱哦，真正毋是啥物好命啊！这身钱哦，会当逼死英雄好汉的。好啊啦，莫搁念啊啦，你就紧想办法去赚钱就对啊。来提起来啦，阿妈，咱再翕一个。好啊，虽然天气袂歹，不过爱风真透的。阿妈，你的汤蛮好。多谢你啦，安康，啊你哦，遮尔啊体贴着，我看阮真真哦，即间吼真正是找到一个好的对象啦。对啦，你两个哦，什么时阵要结婚啦？这就要看真真什么时阵答应要叫我啊。我早就甲你讲过啊，了有车有厝，而且每个月互我一寡所费，会当好好享受生活，安尼我就要嫁互你。哎呀，真真啊，其实有钱无钱啊，迄无重要啦，重要的是哦，这个人哦，是毋是知影讲要安怎珍惜你啊？阿妈，你讲的这我拢知影，要毋过即马对我来讲，上重要就是钱，钱就是我的安全感。因为安尼我才会当好好照顾你，你嘛才会当住伫安养院啊。哎呀，我都无想要住这安养院啦，迄啊开足侪钱呢。阿妈不要紧啊，真正意思嘛是想要互你住较舒适，才互你住安养院。你哦，好想要做你住落去，莫想遐济吼。郭小姐，恁阿妈下一期的费用还袂来无？搁有啦。你爱阮买新的一套被单，互恁阿嬷，费用嘛，请恁做伙来无？没问题，阮男朋友拢穿好啊，等一下就过去叫啊。好。哎呀，真真啊，我原本迄被单，而且哦，我甲你讲哦，安康讲伊要买，说互伊付啊。你安尼袂用的啦，什么钱哦，拢要互安康入去安纳哦。咱咧讲骗唔好啦。不要紧阿妈，为了我甲真真真紧就要结婚啊！伊的就是我的，我的嘛是伊的。无差，嘿，莫想这济。
是啦妈。自从阮爸妈过身了后，就是你一个人辛辛苦苦教我养大汉的呢。即马，我来好好照顾你，友好你。是啦妈，你甲真真哦，请我甲遮尔大汉，友好你嘛是应该啊。搁再讲，我就是看伊遮尔友好，才会介意。真真啊，你看啦，安康哦对你遮尔好啦，嘛知影讲安尼惜花莲盆啦，连阿妈嘛遮尔照顾啦。你哦，都安尼啊，好好对待伊哦，做个好牵手，替伊甲家庭哦照顾好，知无？我则无啊，我家人都嘛翁来跳啊，也好好照顾我，毋则对。是，我一定好好照顾你，就要看你有啥物时阵要嫁我啊。那安尼就要看你的表现咯。这哦，绝对无问题。你这个月带团的是互我扣掉安养院的，还阁剩。姐姐，你算看嘛，看咱的结婚基金哦，到底要甲差偌济啊？搁离咱目标阁种远的呢。想说赚的钱拢无够开啊！安康，你连刚刚带团的时阵，你敢袂当记备一寡物件，甲遐物件继续摕好管，别人客就要摕钱出来买。安尼咱就会当欠钱，欠啊愈来愈紧，离咱的目标就较近安尼。我知啊，是讲真正我有一件代志想要甲你参详一下。什么代志啊？就咱结婚，咱我毋是甲你讲过，还袂达到目标，我不想要结婚。既然是安尼哦，你敢会使先甲迄结婚基金借我用一下？借你？为虾米？你嘛知影，我爸妈即马想要甲阮大这间厝哦，甲买落来啊。毋过偏偏啊，迄厝头家哦，甲足条件要甲卖掉的。拄我好，我妈厝头遐钱拢借朋友，所以我毋才想要讲哦，借咱结婚基金先来用者。当然嘛袂用诶，这个钱是咱辛辛苦苦两个人才会欠落来诶，是结婚要用诶呢。对，你不想要甲我结婚？我当然嘛做想要甲你结婚的啊，只是讲阮爸妈买厝哦，拢是为着咱啊，咱做是说替出一下钱的，迄嘛是应该，敢毋是？那有啥物应该？这间厝是恁爸妈要买，毋是我去讨的。搁再讲，爸母替囡仔买一间厝，这是因的义务，所以这是因的责任，咱无应该插手啊。这话就袂使安尼讲啊！以后厝嘛是咱咧大的，哪会使全部拢互因出啊？反正我毋管你安怎讲，我就是要摕钱出来。我的钱就是我的钱，除非你无想要甲我结婚。是啦，真真。安康，就忝的咧，想要回去休困啊。好，行。这婚纱是像办结婚纱啦。婚纱什么婚纱？我的啦。不是，婚纱搁好好想，这不单调啊？这婚纱垃圾去啊！我安怎洗拢洗袂清气，所以我才想要单调的。单调？哪有可能洗袂清气？我来洗，妈妈来洗。对啊，阿妈今日透早哪会无甲咱做伙食早顿啊？伊找律师啊，伊要做重新的股份分配。我知你真要紧这件代志，毋过免烦恼。但你还佫有可心，恁拢会分到这股份，阿妈无可能啥物拢无留予恁的。我嘛有股份。是啊，阿妈讲要留一寡股份予你做嫁妆去。等你讲是啥物话？我以前毋是甲你讲过？可是，你即马想要做阮家己啊？早会当摕到股份哦，你就免无伊出，搁我占着便宜。你到底是伫后白讲啥？我先去上班啊。俊豪，你甲可心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无什么代志啊，是讲俊杰，你讲东档的买个，你实在应该留伫房顶歇困的。什么意思？无什么意思啊，时间无早，我先去上班啊。
南部的口味甲北部绝对无共款，所以刷落来就好。但麻烦你去南部一抓，然后把这调查报告整理出来。没问题。可是，到时阵再麻烦你甲伊做伙去。我做无爱。想做无爱？那就是出差尔，加加3天啊，安怎？总经理，我是感觉我甲俊杰默契较好，也是我敢袂当甲俊杰做伙去出差。俊杰即马是副总，这工课无需要伊做。若无叫刘慧婷甲伊做伙去。会定后礼拜要做实时评比，伊即马常常拢伫研发室咧加班，所以伊根本就无时间去南部出差啊。卡叔讲，你若是坚持爱我去，那安尼我甘愿退出这个专案。可心，俊豪，你甲伊是发生啥物代志时？小诺的反应遮尔大？这个问题应该问俊杰才对。问我，我免哪会知影你甲可心发生啥物代志？可是一直拢真假的，即摆你搁甲慧婷分开啊，伊当然感觉家己有机会啊。我早就已经甲伊讲清楚啊，我想应该是别个原因。你感觉你讲清楚啊，因为可心无法度控制家己。虽然你甲可心无遐样的关系，也毋过伦理上你若是兄妹啊。家己的小妹家己个顾，这若是传出去，别人拄仔你家真出乱的。可心也无想要甲你去出差，迄是因为问题出伫你的身上，想叫你对查某囡仔遮尔无尊重。那或者我是可心，我嘛无可能甲你去出差的。李俊杰，你听好清楚，可心早晚会变做是你的麻烦。总经理。假使可心若真正无想要去，我家己去嘛是用钱。我无工课的保险，我想等于发公司啊。俊杰，可心最近敢有甲你讲啥？还是你是毋过咧介意哩？妈，讲真诶，其实我嘛唔知影。可是迄边我会搁找时间去了解一下。这件代志你要好好处理，千万唔通去影响到公司的这个工课，还有恁兄妹仔感情。用心啊。可是，我有要甲你讲。歹势，我无时间。等下，我知影我迄天对你讲的口气不好，我直接甲你回失礼。希望你莫用安尼去影响到你工课上的表现，好无？我工课上会当有啥物表现啊？全公司的人拢知影，刘慧婷的天分就是比我搁较好。伊所有的客户，拢会当互公司趁钱。那我咧，我只不过就是一个养女，会当有一个好的工课，有安稳的生活，我就应该偷笑啊。可是，你甲慧婷的天分无共。伊有创意，你有品味。假使讲恁两个人会当做合作，一定会当替公司创造更较好的成绩。我是要安怎甲伊合作？我只要看到伊的面，我就想起，你爱的人毋是我，我就该甲伊比，我拢输互伊。就因为我爱的人是你，所以你就选择闪避我希望。咱是兄妹啊，也是同事的，咱是甲继续安尼落去，咱是要让生活做伙啊。
奶奶，你甲我讲，我要安怎做才好？我已经想一个办法，希望咱两个人会当做伙，甚至是为了这件代志，我搁做出会互我后悔一世人的代志。做出互你家己后悔一世人的代志，是啥？我就是甲你告白的代志。可是，你明知影俊杰无可能介意你，你去甲伊告白，伊安尼毋是会做为难的啊？是讲俊杰，你嘛想过无情啊？可心自细汉对你遮尔好，搁伫咧后面头前一直替你讲话，你煞一直甲伊撒开。不怪啦，伊今仔伫咧会议室内底掠讲。可是，对我来讲，李彦旺拢是我上介亲的亲人。妈妈希望咱兄妹啊，会当共同为一拼打拼。刚讲你是要互妈失望是无？我希望你后要咧开的时阵，佮对妈这种态度啊，毕竟妈是总经理，而且今仔日开会是因为家己的人。假如若是其他的主管伫的，你是互妈无面子，而且你叫妈免我做人。我会去甲妈回信的。咱兄妹啊，拢是妈上亲的人，咱无为伊设想，什么为伊，所以我希望你家己啊会当好好想一下。我去无言。